爱深深藏在传说中，那是君王为他而弹奏，但你从不曾在意经过是否。他是这样走，有笑有泪，有刚强也有软弱，千百年唱着困惑，哈利路亚。你和他之间若即若离，你孤独走在旷野里，月光美丽无法抵抗，是否爱的试探有苦有痛有毁灭更有背叛，这是冰冷破碎旋律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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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经过的所有失落，我也曾经一样走过，但你不知能向谁诉说，是否灵魂深处微笑声音有回答更有呼唤，你活着的每一口呼吸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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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原谅我给的不多，尽我所有，请你接受，在他面前才学会为你祈求。愿你记得，美好生命要自由，更要赞美。我唇上已无他语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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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今天圣经共读的章节是提多书第3章1到8节。我们先来读一遍经文，再来分享内容以及个人的领受。提多书3章第1节，你要提醒大家，要他们服从执政者和当权者，听从命令，随时随地做各样好事，劝他们不要毁谤别人，不要争吵，要和气友善，以谦让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
迷失的。我们做了各种情欲和享乐的奴隶，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，互相仇恨。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已经显出他的慈悲和仁爱，借着圣灵所施重生和更新的喜，拯救了我们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，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。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把圣灵丰丰富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。由于他的恩典，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而得到所盼望那永恒的生命。这话是可靠的。我希望你特别强调这些事，好使那些信上帝的人热心行善。这些事都是美好的，是对人有益的。以上，按照保罗的描述，我们因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种私欲和厌乐等罪恶，处在只有死亡一途的境地里，并且凭借任何称义的行为，我们都不能摆脱这样的结果。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得到了后世的地位，才得以改变。保罗要求提多教导信徒，要在生活上表现美好的信仰见证，因为他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有了和好的关系，并且因着圣灵的更新，享有新生命。为了建立健全的教会，需要具备纯正真理装备的领导者，不仅仅是口里承认，更要接受装备，活出相称的生命，以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。作为神的管家，在生活各方面要成为榜样，才能蒙神喜悦。如果像克里特人那样常说谎话、贪吃懒做，绝不能成为神喜悦的领导者。因此，秀玲祈勉自己和众长职、同工小组长，当为建立迦南教会正确的标准尽最大的努力。如果有人在教会里任意而行，那么作为领袖，就应该本着爱心、耐心以及圣经的教导，劝诫他们，使他们回到正道上。尽管过程中会听到闲言闲语，但这是为了建立健全教会的必经之路。求主让我们为了教会的整全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在事工上不起无谓的争辩，彼此认罪，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乐意谦卑与人同工，忠心委身神所托付，寻求众人的和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将我们放置在你的葡萄园中，让我们成为与神同工的人。我们深信自己的一生在你的手中，你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。特别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向神求一颗合一的心，不管是在小组服事，或在各部门的事工上，我们愿意竭力保守你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。因为服事不是竞争，而是合作；不是争功，而是同工。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学习尊荣为主摆上的人，贡献自己与神的计划有份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同感一灵，连于元首基督，相信神必照着他丰盛的恩典，成就美好的旨意在迦南教会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呼快乐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结束之前，为各位最最亲爱的家人献上这首封街版，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神，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他。让我们再一起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诗歌，得胜得胜，哈利路亚。